全台湾芭乐第二大的产地就伫咧台南。今年台中以南的芭乐整体产量是减少5成，主要是受到顶一届开辟风台影响。即马这山道离风台又搁要来了乱，真侪农民就开始烦恼讲，因的新起的乌有气，透早就赶紧去到果子园套落啊、白锁啊，提早做预防的措施。 中岛风台山道里当咧豆豆挖进咱台湾，做事人带咧等，一透早种芭乐的农民赶紧去园里，甲较细丛的树栽边啊、顶竹啊、兼提锁啊，甲固定好势，就惊到时互风渗倒去。另外，嘛农民赶要甲残垣的芭乐套落啊，预防水伤影响袂上。包的人也有6、7个，赶快临时工来帮忙包这样。人请的就赶快请来包着，要不然都损失啊。我讲风台又大，包芭乐嘛是会落啦，但是总是比无包的是客机客了，含一声都无通收，含一声都无通包。啊，你若包起来，你若海无落来，迄就咱的啊。台南种芭乐的面积有1626公顷，是全国第2大产区。不过今年中南部整体产量煞减5成，主要受到顶一回开辟风台影响，地势本正当要大出的芭乐，即摆农民收成的人啊，拢空，大欠货。农民指出，虽然绩效袂歹，不过量是这几冬来减上济。风台过陆续就是拢一直落雨，逐工落雨了后，它开花，但是它就是没有授粉就落果。花苞就已经落掉了，所以导致就是目前的产量是比较少的。这个产量含绩效的平稳嘛，爱等讲吼，伊开花结果来讲吼，成熟会当采收的当中吼，爱早2月。目前拍卖市场的芭乐价小，平均一斤80块，参前几冬比有较起。山上湖南回讲，爱搁等3个月后，产量甲价小才会豆豆开好。记者李松台南采访报道。